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在基督裏有永遠嘅福樂。今日經文係詩篇90章12節，求你指教我哋怎樣數算自己嘅日子，好叫我哋得着智慧嘅心。今日嘅小故事，曾經有人研究人類一生如何花去嘅光陰，發現人一生如果有70歲命，佢一生嘅時間大約就係咁樣嘅分配：睡眠32.9%，飲食8.6%，生病5.7%，工作22.8%，交通8.6%，衣着2.8%，電視11.4%，學業6.5%，信仰0.7%。呢個分配表讓我哋發現，通常人把一生年日嘅99.3%花響瞓覺、工作、電視、飲食等等，呢啲都係肉體嘅需要同埋活動，而返信仰呢個關乎人靈魂嘅需要和活動上嘅時間，卻只佔0.7%。呢個比例差距實在太大啦！我哋一齊默想，這一生70年嘅日子裏，難道我就係如上面嘅時間分配咁去度過咩？咁有啲咩意義呢？究竟點樣用先至有價值呢？我哋一齊禱告，賜給我哋嘅生命嘅上帝，求你指教我哋如何數算自己嘅日子。我哋人生係又苦又短，我哋嘅心又係被工作、慾望、理想同埋需要等佔據，直到走到人生盡頭，先發現一生嘅勞碌所帶嚟嘅，也只係一聲嘆息，都係虛空。求主幫助我哋有智慧嘅心，曉得響你面前謙卑敬畏侍奉你，響呢個短暫嘅人生活得更有意義，亦得着永恆嘅盼望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詩篇90章12節，求你指教我哋怎樣數算自己嘅日子，好叫我哋得着智慧嘅心。